各位觀眾大家好，今日呢，波師傅就冇出現嘅，因為呢，主要就係因為收到有啲觀眾朋友啦，佢哋就想擺飯碗，但係當佢哋睇到我哋之前介紹擺飯碗嗰個節目嘅時候呢，即係已經係3月中啦，可能未必趕得切去準備飯碗啊，或者係啲日子未必啱用，咁所以呢，今日呢條片呢，主要係提供翻幾個嚟緊4月份可以擺飯碗嘅日子，俾準備擺飯碗嘅觀眾朋友咧可以用到嘅日子同時間嘅。咁第一個可以擺飯碗嘅日子同時間呢，就係3月25號。3月25號星期三嚟嘅，係中午嘅11點至到1點鐘呢段時間，有2個生肖係衝嘅，一個就係屬狗啦，一個就係屬龍。另外第2個時間同日子呢，就係4月3號，係星期五嚟嘅，個日子呢，都係中午嘅11點至到1點鐘。相衝嘅生肖呢，就係羊同牛。第3個日子就係4月15日，係星期三嚟嘅，個時間都係中午嘅11點至1點。相衝嘅生肖呢，就係羊同牛啦，都係。跟住第4個日子就係4月17日，星期五嚟嘅，時間都係中午嘅11點至到1點鐘。相衝嘅生肖就係雞同兔。第5個日子就係4月嘅27號，星期一嚟嘅，相衝嘅生肖係羊同牛，可以用嘅時間就係中午嘅11點至到1點鐘。最後一個就係4月嘅29號，星期三，時間就係上午嘅9點至到11點，相衝嘅生肖就係雞同埋兔。咁各位如果有興趣擺飯碗嘅觀眾呢，就可以留意翻呢6個日子啦。4月裏邊呢，就可以跟翻呢6個日子呢去擺翻個飯碗。如果有咩疑問，就再留言俾我哋啦。拜拜。